一般民众要去保安路甲国华街食美食，停车就足困难，更莫讲肢体障碍朋友。不过现在高雄局伫这条巷仔附近，也是西门路一段761巷内，开辟一位有74个价位的机车免费停车场，同时放宽法律规定，维设2个新障车位，加上价位的空间较大，方便新障朋友将车落车，感觉足踏实。开多摆要坐车的时阵，拢无路人好停啊！无路人好停，即摆你若有这个停车场起来了后，大家可以维持那个保安路跟国华街的繁荣。疫情以后，也许这里就会有很多人停车，因为无车唔知要停对，只有这停的当去说很近了。这是地缘关系一个很棒的地方。市政府在设立了很多机车的停车场或是汽车的停车场呢，都能在考虑到我们身障朋友的一个便利性哈。因为身障朋友的一个身障专用停车位，对我们身障朋友来讲非常的重要政府基本上有规定2%哈，100个要2个的那个身障停车位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交通局也有特别放宽哈，不止因为都超过2%了哈，因为有时候它即使50格，它也会有增设2格的身障停车位哈，这是我想是市政府对我们身障朋友特别考虑到的一点因为我们平常一直在注重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设施尤其我们市长黄伟哲现在这几年呢，在广设我们台南市闹区里面的很多的停车场肢体障碍朋友出外交通方便，绝对是考量的重点。若好停车，有友善的无障碍环境，伊嘛希望会当靠家己的力量出外。所以包括大众运输办处、顶下卡的改善、人行道甲无障碍坡道等等，一般民众嘛替因发声，认为一定要加强友善的环境，互因共款好行。其实更多的身障朋友会想要透过汽机车来出外达成，因为不是所有的身障朋友其实都非常需要每个人的帮忙，或者是需要家人或朋友借助，他们其实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来。那如果在一般的停车位设置不足的话，有这个身心障碍停车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便利。那对于他们来说，也可以减少那么多的负担。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在骑楼地的高低落差之下，还有各种无障碍坡道、斑马线还有更甚至于说，他们在行走于斑马线上的话，行人穿越耗资的时长可能需要为他们增加多一点的时间，那我们可以更安全的通过路口。身障停车位，赞啊！但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